有民众进前去树林夜市买李仔签，头一粒就发现有生菇，赶紧配出来无食落去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会派人去稽查，若是查到有问题，又阁无改善，会当甲因罚6万块以上的罚金。夜市内底各式各样的小食，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。不过，真正有民众到台北树林夜市买这个糖仔签，确实发现竟然生菇啊！外面大家看到了后，引发议论。我会觉得这间店可能之后不会再来，因为他们就是在卖东西，他们没有先注意食安问题，然后我就直接卖给客户。蛮呕的，因为买好回家，然后又那么贵。详细看民众买回去的糖仔签，外口高糖浆，不过伫水果地头的所在，确实出现白色生菇的物件。买到民众讲，只食头一粒就食到生菇的，加在厝内底人拄食到就看到生菇，赶紧吐出来，这个品质有问题。事发了后，树林商区理事长代替这大头出来解释咧。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投诉，他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天气很闷热，有下大雨，这几天的生意比较不正常，比较不好，所以说他有剩的很多余货，他没有检查说那个食材有没有变质，他也承认说是他的疏失。防指控这大头事发了后，是点点照常摆搭做生理。另外，原先库存剩的这物件已经全部现杀，无去使用，伊是全部换做新鲜的食材，确保这食安无问题。台北市卫生局是讲会派人去查验。如果有违反食安法第8条的规定，那卫生局会要求限期改善。限期改善之后，如果仍然不符合法规的要求的话，会处以罚款6万元以上的一个这样处分。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炎来表现，症状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肚子痛、腹泻，甚至发高烧都会。动物专家呼吁每个人上爱伫温暖湿淡的环境中成长，呼吁食材爱好好保存。另外，民众伫食进前，上好先注意这食品外观是毋是有生菇，若像生菇，上好现杀卖食，才袂造成食物中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